恭喜發財，祝大家新年快樂，身體健康，馬到功成。哇，咁快 F1 又翻嚟啦！今日我哋就根據喺巴塞隆納同埋巴林嘅測試，分析一下各大車隊嘅形勢，同埋講下我對各隊拉花嘅意見啦。開始之前，先介紹下我哋先。父子講出嚟係一個由兩父子建立嘅 YouTube channel， 主要咧係講 F1 嘅。如果你中意嘅話，請你 comment、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 啦。一條片真係要整好耐嘅。第一支發佈新車嘅車隊係 Red Bull， 我哋先睇下拉花。第一個最明顯嘅改變呢，就係 Red Bull 用翻 glossy 嘅拉花啦，閃靈靈。第二就係顏色淺色咗一點，我覺得呢就藍咗啲啦。第三就係 engine cover 上面嘅紅牛 logo 呢，條邊呢就變成咗白色。整體嚟講，我覺得個拉花係好睇咗嘅。喺 front 個 end plate Red Bull 冇加多一塊翼片，而佢嘅 actuator 咧就放喺中間啦，有一個啦。至於避震 set up 咧，佢哋從 RB21即係舊年啦嘅前 pull rod 後 push rod 嘅設計，到今年前後都係 push rod， 呢個做法都幾合理嘅，因為2026取消咗 Venturi Tunnel 啦，所以咧 ride high 唔需要好似舊年咁穩定啦，所以轉用 push rod 嘅。佢哋 testing 都 OK， 一共行咗343圈。而 Racing Bulls 嘅拉花，我覺得就退步咗嘅。首先輪胎入邊嘅形狀多咗啲線條啦，我覺得係多餘嘅。第二 Halo 變成咗黑色，我覺得都係一個退步。第三都有藍色同黑色嘅地方，例如喺前翼而且喺引擎嗰度呢，即係黑色一片貼咗個 Ford logo， 實在係唔太靚啊。Racing Bulls 嘅前翼actuator 咧左右都有一個啦，就同 Red Bull 唔同嘅。Racing Bulls 嘅 suspension 亦都係雙 push rod 啦。而我發現 Red Bull 同 Racing Bull 嘅 side pod 入氣口咧都係好扁嘅。Red Bull 今年同Ford合作製作新嘅 DM01 引擎，紀念 Red Bull 創辦人 Dietrich Mateschitz。傳聞 Red Bull 同平治都喺 compression ratio 中取得優勢。平治領隊 Toto Wolff 就話紅牛嘅引擎能夠比其他車隊喺直路上面用更多嘅電池，並且佢哋係各大車隊嘅 benchmark 標準。要知道電池係今年係非常重要嘅。到 Aston Martin， 我覺得今年嘅拉花係有進步嘅。尾翼上 Aramco 嘅 logo 由漸變色變成淺藍色，清爽咗。Side pod 上面嗰條綠色線呢就變成波點，都好特別。Wool Hoop 嘅顏色同 Aston Martin 嘅綠色融合得更加好。喺 Wool Hoop 上面加咗一條綠色嘅條紋，就好似 headband 咁樣，好容易認。AMR26 係 Adrian Newey 加盟喺 Aston Martin 之後嘅第一架車，設計上應該就唔會太差。不過就要睇下康達新引擎嘅表現掂唔掂啦，會唔會再出現 GP2 engine 式嘅災難就真係未知之數。康達之前都承認喺研發新引擎嘅過程之中呢，就遇到唔少嘅困難，但係對於電池系統呢，就比較有信心。喺前翼方面，Aston Martin 喺翼尖兩塊翼片之間有一塊少少嘅嘢，而且兩塊翼片都係梯形嘅設計，睇落好似係空氣分流上有啲特別嘅用途。奧迪第一季參加 F1 拉花，我覺得算唔錯。車頭基本上係全銀色，車尾分成兩節，上半部黑色，下半部紅色。但係 BP 個 logo 擺喺度就有少少格格不入，如果全銀色可能會更加乾淨。奧迪喺 Bahrain 測試已經帶嚟咗一個 upgrade，side pod inlet 做到又高又窄，感覺上同以前 Mercedes 玩 Zero side pod 嗰種風格有啲相似。佢哋嘅前翼尖端都同樣有一塊幾顯眼嘅翼片。作為第一年落場嘅車隊，本身都唔會預咗佢有幾勁嘅成績。連 Mattia Binotto 都話仲有非常多問題要解決。導流板方面，奧迪都學咗 Aston Martin 咁樣用咗梯形嘅設計，下面仲加咗一塊好少嘅翼片幫手做整理氣流。法拉利嘅拉花今年我覺得都進步咗，頭翼 Halo 同埋尾翼都改成黑色，對比強烈。
紅色嘅調呢就再鮮色咗少少。最大嘅改動就係白色嘅部分啦，由以前粗粗一條線呢變成包住成個 cockpit。而喺速度方面，喺頭兩站 testing 嘅里數都排喺第二、第三，節奏睇落都幾穩定。我唯一擔心嘅係呢，佢哋會唔會出兩個 spec 嘅賽車測試用 spec A， 到澳洲正賽比賽嘅時候呢，就用咗 spec B， 最後 spec B 反而冇而家咁好。今年法拉利架車有一塊好明顯嘅鯊魚鰭啊，有助提升過彎時嘅穩定性。呢種鯊魚鰭亦都係新規則下邊好多車隊都玩緊嘅技術特點之一啊。分 wing actuator 方面啊，應該都係創咗兩條連桿嘅設計。喺第二次 Bahrain 測試，法拉利帶咗一個新嘅尾翼啊，配合改良咗嘅 diffuser， 透過將氣流引導向上，再利用反轉嘅概念去產生升力，減低咗 downforce， 提升直路嘅速度。如果大家想再深入了解背後物理嘅原理呢，可以去睇下 Car Engineer 講緊嗰條講解片。至於導流片，法拉利先係用咗一塊直身嘅導流板，再配合3塊橫向嘅小刀片，做到好細緻嘅氣流管理。哈士啊，哇，真係好靚啊！今年嘅拉花我覺得係一絕啊！成架車以白色為主色，黑色部分修細，感覺就簡潔乾淨。車身嘅側邊呢就有條紅色嘅線，好有速度感，好 sharp。Title sponsor 呢就由 MoneyGram 轉成 Toyota Gazoo Racing， 所以引擎蓋上呢都有個 GR 嘅 logo。不過兩個字重疊喺一齊呢個做法就有啲奇怪啦。我覺得將佢哋分開少少就好睇啲。表現方面，測試圈數都唔差。喺巴塞隆拿，據聞大約有390個圈左右，排第3。Bahrain 呢都係390個圈左右就排第4。至少都算幾可靠穩陣嘅。佢哋嘅 front ring end plate 呢都幾特別，喺長翼上邊呢就加咗個細細嘅橢圓形結構，下半部分線條同其他車隊就唔係好一樣喎。前翼 actuator 放喺中間 ，side pod 入氣口呢就好突出，正方方咁樣望落去非常明顯。Cadillac 今年第一年參加 F1 就玩咗一個左右唔對稱嘅拉花，一邊呢就由黑色漸變去白色。另一邊呢就由白色漸變去黑色，概念好有趣，但係實質上睇落呢就有啲眼花。我覺得如果加多少少紅色、藍色、黃色，即係 Cadillac 品牌嗰幾隻主色呢，可能會更加好睇。七彩繽紛之餘啊，亦都代表到佢哋個品牌。第一年入場，外界對佢哋嘅期望都唔高，多數都係覺得呢，佢哋會喺呢包尾嗰邊徘徊噶啦。前翼尖端有一個好明顯嘅翼片，下面再加咗2塊細嘅翼片，將氣流往外推。就俾我講下法拉利嘅引擎啦。咁咧，睇下呢段佢哋起步嘅片，可以見到用法拉利引擎嘅車隊，包括法拉利同哈斯啦，係表現得好好噶。咸美頓喺第一個彎啊，就已經由唔知幾多位咧好差啦，就爬到第一啦。雖然羅素可能咧就係有收油啦，不過亦都唔可以否定法拉利嘅引擎喺起步時候嘅實力。平治今年主要有2大變動，分別係 sidebox 上方嘅19腹肌同埋 Microsoft logo。我以為佢代表緊19腹肌啦，點知原來係代表緊 AMG 嘅5條線。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有趣嘅設計，但係又唔係太好睇。好多 YouTuber 咧都批評呢個 Microsoft 嘅紅黃藍綠色啦，但係如果將佢變成全銀色嘅話，架車又好似冇乜色彩咁，所以我都係覺得俾翻顏色佢哋先至係最好嘅選擇。佢哋嘅 side pod 亦都係更新咗一次嘅，我哋可以見到19腹肌嘅外觀更加流暢啊。Leclerc 咧就覺得平治有好大嘅優勢，只係隱藏咗嘅。佢哋喺巴塞隆拿嘅測試嗰度做咗好多圈啦，所以喺巴林嗰度就冇特別 push 里程。喺巴林測試嘅3、4、5日咧，佢哋嘅時間咧都係成功排喺前列嘅，證明佢哋係有 pace 嘅。
但係睇嚟佢哋嘅穩定性都要改進啊，因為 Kimi 喺最尾嗰日喺賽道上面都停咗一次。至於上屆冠軍麥拿倫，我覺得佢哋嘅拉花就退步咗嘅。首先佢哋將成個黑色部分轉成咗一條線，感覺麻麻地，仲有 Alwyn 嘅 sponsor 背景由黑色變咗做好難睇嘅藍綠色啊，破壞咗麥拿倫標誌性嘅橙色啊。第三啊，就係佢哋嘅 wheel cover 由紅黃綠藍咧就變咗做 Gemini 嘅顏色啦，即係 AI 嗰啲變幻嗰啲漸變色啦，但係好似麻麻地喎。最後 Mastercard 今年成為麥拿倫嘅 title sponsor， 所以 logo 加埋喺 side pod 嗰度，但係佢同 OKX 擺埋喺同一個位置，兩個並排，點知呢就仲細過 Gemini。Mastercard OKX 兩個並排，點知仲細過 Gemini。麥拿倫嘅導流板咧係好特別嘅，同 Red Bull 等等用類似刀片嘅設計唔同啦。佢哋採用咗嘅係一個三角形，麥拿倫喺前翼最尖端加咗一塊好明顯嘅翼片嘅。威廉士除咗 side pod 都設計得幾好嘅，特別係 wheel cover 同埋 roll hoop 嘅電池設計，但係側邊嗰三種藍色就佢哋混埋一齊咧，就係實在唔太夾啊！佢哋咧夾咗巴塞隆拿嘅色單，實在係令人擔憂啊！為咗趕翻進度，佢哋喺巴林測試行咗422個圈，同麥拿倫一樣咧就排喺頭2嘅，都算係盡量追趕咗佢哋嘅進度啦。佢哋喺前翼尖端上面咧有一個向外同埋上嘅尾巴，應該有助將氣流向外推。佢哋亦都跟住麥拿倫嘅導流片咧就採用咗一個三角形嘅。到最後一對 L 片，佢哋嘅側邊咧其實係完全冇變過㗎，但係車頭多咗一層藍色啊，好似有3個車頭咁樣，好奇怪。佢哋前翼尖端嘅翼片咧就又高又長啦，開緊前翼嘅機關亦都應該只係用一個 actuator。佢哋對開啟尾翼嘅設計亦都十分特別，相比其他車隊用以往開 DRS 嘅方法，佢哋將旋轉嘅圓心由上面擺咗落下邊少少啦，好似打開嘅時候就俾人壓咗落去咁。好，今集就差唔多啦，而家我就俾你哋睇下我嘅拉花排行榜啦。你哋覺得法拉利嘅天才設計會唔會成功呢？會。咁 Audi 嘅 Zero Side Pod 呢？歡迎喺留言區討論啦。最後記得 comment、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， 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